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到13节。因为只有13节，它并不长，我们请同心开口来读上帝的话语。来，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我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筹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原来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指不嫉妒。爱是不夸大，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到来，这有限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把第13节再念一次。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天父上帝，求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以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个人今天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得到丰盛的恩典，得到满满的祝福。我们要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哥林多前书第13章其实是一个很熟悉，它也有一首歌我们都常听过。人家讲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叙述前面他在叙述前面第12章的时候。第12章的时候，保罗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他用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上的肢体，他用手、用脚、用头、用嘴巴、用眼睛来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我们需要互相协助，我们需要互相扶持，才能使身体可以怎样正常而且顺利的来运作。那么只有这样单单就够了吗？其实没有，在第12章的最后说，要追求那个更大的一个恩赐，而且呢，保罗说要有这个很奇妙的这个道来指示给我们。所以第13章我们刚一开始读的，他就开始宣告说，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一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可见，不论你拥有什么，这个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能使你所得到的那个恩赐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来。比如说，有人在玩线上游戏，你得了一个宝物，如果你没有再加上某样东西，它能够加分吗？好像不行。但是我们人常常会把这个爱分成好几个层次，我们会把它分层次。我们会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上帝的爱；你跟朋友之间有朋友之间的爱；你跟同学之间也有友情的那种爱。那么，你跟两性之间，男生女生有所谓的恋爱；你跟家里的亲人
父母亲、兄弟姐妹，有亲人之爱，有手足之爱。但是这些爱，总归它有一个源头。这些爱看起来，你对上帝，你对你自己，你对别人，有没有差别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常常去爱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常常去爱跟我们很要好的朋友，甚至在这个家里面的人，你会觉得你的弟弟好吵，我不太喜欢他。我那个哥哥哇，他好棒，我都带我出去玩，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他。我们把这个爱做一个等级，我来做一个层次来分。但是这个爱，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感受得到？它是可以测量的吗？爱是可以测量的吗？爱是可以用摸的感觉去摸到吗？爱是你可以用鼻子去闻到吗？还是这种爱，你可以用眼睛去看呢？比如有戴眼镜，可能眼镜要擦亮一点才看清楚，是真的如此吗？其实从古到现在，爱已经有很多人对爱做出一个定义，甚至做解释、说明，甚至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的事件可以让我们从中去明白或看见或了解，那个就是一个爱的表现。比如说火灾的时候，那个妈妈会抱着小孩，保护着小孩，不让这个小孩受伤。在2个礼拜前的一个新闻里面，有一个哥哥，我忘记他几岁，很小，不到10岁，他抱着他的2个弟弟，在火场里面。虽然他们最后还是不幸罹难，但是当消防人员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哥哥对这2个弟弟有一份爱，或者是说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得到，我们去帮助了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展现了出另外一种爱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特别是在贫困家庭，牧师最近去探访一些贫困家庭，发觉这些家庭的长辈，不论他是父母还是阿公阿嬷，他都宁可自己饿着肚子，把这个食物留给他的小孩来吃。这也是一份爱的表现。甚至我们看到战争当中，尤其是一些电影的里面，那种部队的阿兵哥，他为了救自己的弟兄同袍，他宁可牺牲自己，趴在手榴弹上面，让自己牺牲掉，为了就是要救其他的人。这也是一种爱的，让我们可以看得到。透过这些事情，我们好像似乎可以明白，或者是知道。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但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哇，他们好伟大。”或者是会问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他们如此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青年男女目前正在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常常会问，我不知道你们会常常问，但是我就曾经被问过。你爱我吗？我现在不是看着你，不用一直低头。或者是会问说：“你真的爱我吗？”对方的回答有时候很尴尬，就说：“啊，爱啦。”很无奈。真的如此吗？但甚至有人会更进一步追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你爱我？”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一些行动出来。就要有一些话出来讲了。那男生呢，有一个很老的梗说：“我把天上的月亮星星摘下来给你，这是我对你爱的表现。”有时候我们无法把这种爱做一个很具体化、很明显的来说明，所以这种爱其实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双方之间一种互相的一种感觉，还是？这种爱要用某种的方式来呈现呢？其实，在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已经有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其实，我们可以从第12章里面的第4节，我们再来看一次，为
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爱？因为他从恩赐开始来讲。保罗解释这个恩赐呢，如果从原文里面来看，它跟恩典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说，这个恩赐呢，不是靠人的能力可以去得到的，而是来自于一个赏赐，人家给你的。因此，所谓的圣灵的恩赐，其实是很清楚的指出，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一个恩赐。上帝所赏赐的这种白白的恩典，它不是任何代价，你付出任何什么可以换得到的。所以，因此保罗在这边所讲这个爱，它不是一个恩赐。他在第12章的最后，他说这是一个最妙的道，最奇妙的一个道，是一种生活的道路和方法。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我们知道的其实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世界、宇宙、科技、医疗，我们看好像我们很进步，我们很多都知道，但是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不知道，就是未知。现在的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在不同的领域，他们有很专业的、很深入的在做研究、在做探索。但是经过这样的研究探索，还是有很多我们无法真正它里面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如何去探索这些呢？我们就需要拥有恩赐。那我们要如何拥有这些恩赐呢？其实，全能的上帝呢，是我们在领受这种属灵的不同的恩赐的一个来源。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基督是教会的头元首，圣灵呢是各种恩赐的给予者。按照那创造万有的上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我把它用功用来讲好了。功用，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如果按着教会的元首基督来说，教会虽有不同的职分，但是我们都只有一个头而已。按照赐下圣灵的来说，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虽然不同，但是它都从一个源头而来的。上帝根据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所领受那种属灵的职分来看，我们每个人应该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应该显出不同的一种功用。所以他赐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恩赐。比如说，有的人他很会怎样？刚刚这边敬拜团，有人很会弹琴，有人很会打鼓，有人很会打篮球，有人很会说故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是什么都会，也就是说，圣灵它运行在我们当中，依照我们的理念赐给我们，可以在这社会上，可以在这教会里面所做的那种专长。但是又有人说，我可以求啊，可以。当你对某一方面越来越有兴趣，对你那一方面越有兴趣，越有研究，你在这方面的知识的成长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特有的一个专长。也就是说，将来会发展成为你的恩赐。在座都是学生，你们现在可能觉得读书压力很无聊，考试很无聊，但这是一个过程。将来我们进入到不同的领域里面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发掘你的兴趣，你会慢慢的发掘上帝的一个带领你进入到那个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你会发展出来，成为你的专长。圣灵显现在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这种恩赐，是要叫我们每个人得到益处。虽然恩赐不一样，但是它的目的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得到益处。今天你可能认为，在路边的一个摊贩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华路上面这些摊贩，如果你有机会
在学生放学的时候，一直到7点站在那个位置，再从5点一直到7点站在那个位置。你发现这摊贩它的功能是什么？卖这些东西、食物供给给这些需要的人，饱足了怎样？他的身体。所以它存在那里有它的价值。相同的，我们存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存在教会，我们存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我们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叫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要让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善用他所给予我们的这些恩赐，好叫别人因为我们而得到更多的益处。好吧，跟你隔壁的讲，我要给你好处，我要给你益处。哎，你要很真心的跟他讲，不是随口讲讲的呢。你真的有一天你会帮助他呢。哎，我也跟你隔壁的好好的讲一下，你怀疑你有看的牧师。好，我们再讲一次，跟你另外一边的讲说，我要给你得到益处。这个益处好像是短暂的，它是有限的。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先知讲道的知能终必归于无有。先知在讲道，这种恩赐到最后一定会没有。为什么？因为先知最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再讲，我们就不用坐在这边听牧师讲，我们就直接听上帝讲话。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说，先知讲道是一个最大的恩赐，但这个恩赐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的时候，事实上，上帝会直接告诉你，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个知识其实指的，看起来好像是讲一个真理的一个获得的知识，但是牧师这边说，这种知识如果按照一般字面的解释，我们会认为是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知识。这一切的知识里面，我们可能只能懂一部分，但是呢，当我们当我们见主面跟主面对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竭力所追求的这些知识呢，其实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占了一小部分。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是因为活在一个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无论我们怎么样获得这样的一个恩赐，我们总是受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限制。我们在思想上面，我们在属灵的一个领受方面，都无法超越这种人的生命的这种限制。所以呢，无论是你的学问、你的经历、你的这些接力追求，穷尽你一生要去寻找的，其实都是有限。其实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也就是说，牧师在讲道这个里面，我也有我的限制在。我们所接受的启示，我们所领受的这些神学的概念也有限，能够讲解很明白也有限，但是这些有限并不会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阻碍，因为上帝是个无限的上帝。虽然经文里面讲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好像都是模糊不清，像是对着一片模糊不清的一个镜子一样，但相比之下，在天上好像是面对面，不会有这个镜子的阻隔。所以经文说，我如今知道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件事。其实在这边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或者说我们觉得我还不够，我要再去努力的学，我要再努力的读书。无论如何，你我都有一个限制，都有所谓的空间的限制，都有所谓的环境的限制，有肉体的限制，有认知上面的一个限制，那种感觉等等的，这些属于外在或者是你内在的这种限制，导致我们无法看见全部的一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将这世界上，因此呢，有人就说，我们要将世界上这一切的东西集合起来，我们一次就可以看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大英百科全书，一次就可以翻完非常。其实有人在笑，
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跟大家分享说，没有，牧师你落伍了。现在让你一上网，你要什么就有什么。难道真的是如此吗？这些全部加起来，你就知道吗？其实我们还有许多的未知。所以，当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显出我们的有限。全能的上帝他是无限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这样讲。创世纪第17章1节，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当你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上帝对自己做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之后呢，他又对雅各说，在创世纪第35章第11节，他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上帝说自己是全能，他真的是全能的，因为在以赛亚里面的一个预言，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里面这样的预言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有没有人知道这句经文？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由此我们看来，上帝他真的是无限，那个掌权在他的手上。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3节里面提到的信、望、爱，他们总是存在着，在每一个世代当中，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从过去到永远。我们可以说，它永远是新鲜的，不会退流行的。而且这种信心是永不止息的。即使在将来我们要面对主的那个荣耀的时候，在我们有限的心灵或我们的人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那无穷无限的一个知识和荣耀。所以在未来，我们还是需要靠着信心而活。当然，这种盼望不会存在。而且这种盼望会渐渐扩展我们的视野。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明白所有的东西，但是它现在却依然存在。然而这些东西里面最重要的是爱。这个爱呢，是信心的一个力量，它是激发盼望的一个动力。所以保罗在这边才会说，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有爱，才能将我们这种有限的人，来让上帝所使用。今年，应该说去年2012年的12月底到2013年的1月初，我们教会的牧师团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有没有人关心？有没有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去骑了脚踏车。这个脚踏车，我们去骑。我们是一群有限的人，我们让上帝来使用。有没有人知道牧师团去骑这脚踏车是为了什么？为了募款。为了什么募款？为了急难家庭来募款。我们可以说，好像这个募款常常都有嘛。甚至我们走在中华路上面，就看到有人抱着箱子，在什么募什么发票，没有人在那边募款。但是为什么牧师团跟着救助协会他们去骑单车？我们骑单车的时候，其实沿途没有什么，经过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很多的人。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愿意将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跟所有人分享。如果你们当中有加牧师的那个 Facebook， 你会看到牧师只要一出去骑，我就开始一直公告，为了是让这样的讯息透过我这个有限的人，让大家来知道有一群人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有限的人其实他有特别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
有一个人，他非常厉害，他认识所有人，不是牧师哦，牧师有的还不认识哦，或只是看过，不知道你那个人他很厉害，他可以讲出你的名字，他可以呢，你在2、3个礼拜没来，你突然2、3个月没来，你突然出现了，他可以喊得出你的名字，甚至告诉你说：“小强，你怎么2个月没有来教会了？”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比较少出现在我们周围的。对，就大声讲了。点名系统，哇，你就知道我是说人，好，他就是我们的文成长老，他是我们文成长老，非常的厉害。有一个姐妹，她来到我们教会没有多久，然后她都很低调，她每次呢都坐在很后面，礼拜天才做礼拜4。然后呢，她老是被文成长老发现，最后不得不，她就说：“好，那我要来信仰告白，来加入家人教会。”这姐妹在1年多前已经到信仰告白，只是她在分享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会发觉文成长老真的很厉害，他的那个记忆力，他甚至会告诉你这个人在第几组，他家大概住在哪里，有没有比电脑厉害？但是他还是有他的限制在。我们有恩赐，但是我们还是有限制。教会存在于社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将福音传给在这边的人。在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里面，成为神的器皿这段歌词里面有说：“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不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将来教会很特别，他做了很多的社区的事工。在现在的国中生有很多，你们有遇到一个问题，需要什么？一个时数，一个志工的时数。所以呢，你们就会来问说，教会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你们做的？过去教会对于服事跟志工有做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的服事，就是你的对象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这种称之为服事。如果你的对象是教会以外的人，那我们称之为可以做志工服务，然后呢，就可以核发时数。这就是教会在做的社区事工的志工的一个定义。那我们有成立一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所以呢，协会之下呢，我们有一个志工队。那有人知道我们教会到底有多少个志工的服务呢？我用数字给你们猜，有5项志工服务，还是6项，还是7项，还是8项，还是更多？更多吗？如果我们把它浓缩定义，其实你们要关心教会在做这些志工服务，因为将来你们都可以参与在这些服务里面。我们总共有7个组在做志工服务，在未来还会陆续增加。好，所以就让你们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志工队。我们组织很完整，我们有队长，有副队长。我们有7个组，我们有生命教育组，有环境整理组，有少年福利组，有恩友关怀组，有健康咨询组，家庭探访组，有食物银行组。下面的红字是未来在今年我们会陆续增加的一些社区的工作的一个项目。好，生命教育，来，对于上过江南教会的生命教育老师的课程的，请你举手。还不少，来，请放下。我们在大勇国中是常态性的上课，我们在桃园国小也是常态性的一个上课。但这2个，如果你们要做志工老师，可能你们努力学习，等到大学的时候，你们课堂比较有空的时候，欢迎你们来参加。他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教材，跟那些孩子们一起来分享，改变他们的生命。安家食物银行。我跳着讲。好，环境整理组，环境整理组呢，是在我们每个月
的第4个礼拜天，你们如果想要参与的，就要记下来。第4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我们会集合，我们去打扫教会周遭的环境。目前最主要的区域是在文昌公园，我们会在那里做一些服务，把那里的环境整理得干净。我们在少年福利院是一季进去里面，那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在学的青年可能比较不适合，就让你年纪再大一点，欢迎你来参加。恩友关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街友，在主日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就在教会的地下室，我们用诗歌、用影片跟他们一起来分享，目前呢，有没有知道他们几个人已经开始在2楼来做礼拜了？礼拜天3、4个一起来做礼拜，生命已经慢慢改变。过去他们来教会，在2年前其实都有一个味道，现在呢，他们知道要来教会呢，他们会穿得比较干净一点、整齐一点，他们也知道身上尽量不要有味道。在健康咨询组呢，也是每个月第4个礼拜，我们在文昌公园对面的图书馆，我们会做医疗咨询服务。我们会有2个医生，甚至3个医生在那边量血压，然后有一些什么病痛的问题跟他聊。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招呼他，我们可以外面去发福音单张，等等做这些事情。家庭探访组，我们通常都是拿牧师所讲的那些弱势急难家庭去探访他们。给他们接下来的这个食物银行里面的物资，这个食物银行也就是给他们1包食物，这里面有米、有盐、有什么，可以让他的家庭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而且这些人呢，不是随随便便就领了，牧师要去探访他，甚至他来临的时候有一些规定的存在，他必须是一个符合这些规定的。好，那这些讲完之后呢，红色的字是代理小组，也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在职场上上班的人，他们在职场里面他们做宣教，我们把它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小组，戏剧宣教。哇，这个去年牧师跟传道一起去到美国，有个 Judgment House 的戏剧，真的会有2、3张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在那里还有一个剧，我们用一个舞台剧的方式来呈现。让人家去看、去了解、明白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社区报，当牧师团提出社区报的时候，有长老就说，社区报办报纸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要办像《中国时报》《自由时报》那样，我们只是想办桃园市这个地方，告诉他们桃园市这边有哪些事情。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办了很多的社区报很成功。家庭游戏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会玩桌游，接下来还有人奉传道之命要去了解那2款桌游怎么玩。透过桌游，让你们家庭里面的欢乐气氛更多了一点。好，亲子关系这个是给家长来上的，家长上。好，牧师讲的这些，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介绍了教会在做这些社区服务工作？因为教会要做这些事，如果是1个人去做，2个人去做，它是有限的。比如说它是有限的，它无法把这些事情完全的做好。那唯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时候，才能变成那上帝无限恩典的计划。来成就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牧师大概简介的这些呢，是要让你们知道，教会有在做这些事情，你们都可以来参与，好，我们来看一下照片。爱尔国中的生命教育课程，红衣服的人你们应该认识吧？好，他已经参与在里面，欢迎你们也来参与。好，这是大爱国中上课情形，我们的长老参与这个课程当中。好，桃园国小我们也有生命教育的课程，跟他们集夜市的时候他们甚至有带一段歌舞给我们看。好，文昌公园，你看
现在是我们结合这些恩友、街友，他们一起来打扫，一起来打扫，所以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会有我们教会的执事呢来带队。那健康咨询呢，也就是我们在里面做一些量血压咨询的服务。这是那边一个环境。好，食物银行呢，通常在周间，可能你们比较没有办法参与，但是你可以关心这些人的需要。好，少年抚育院活动，是我们的高嘉一。好，戏剧宣教，好来，帮我控制好不好？下一页。好，这是戏剧宣教。我们去到美国教廷的浩斯的教会，它是不准我们拍摄，牧师偷偷的拍了几张，透过广告要了几张，终于找到这几张比较清楚一点的，清楚一点。它是一个舞台剧，我们在里面需要大量的人员来参与。那所以呢，如果你看周报里面有尾声公约，欢迎你通来参加。那来参加呢，不一定要做演员，你可以当幕后、幕前，通通有，我们可以让你有事情做。好，来上一页。好，这是他们其中的演员。这个呢是天使，这是天使，他演天使，后面是一些在天堂里面的人。我只有找到这几张照片之后呢，当你们来筹备会的时候，会有影片让你们来看它整个的过程是如何。好，戏剧宣教，欢迎你们每一个想要来演戏或者是想要来参与的人，一定要来报名。好，下一页。社区报，社区报这个这一张是基隆暖地区的，它的暖代记这个报纸，不要小看这个，它也需要很多的人。如果牧师一个人来编，我可能编了1、2年还编不出来，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集合5位，我们就可以把它编出来。所以它需要的人，我们都在周报里面。好，下一页。好，这是另外2个地方，离我们比较近的，我找到的是莺歌社区报，莺歌社区报。好，那它都有。你看有彩色的黑白，有图片，有文字，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你来参与。你如果提供照片，你会编辑，你喜欢做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欢迎你来参加。如果是牧师来做，我会强调的是，我是什么？有限的，谢谢。来下一页。好，家庭游戏日，这边会主要会介绍是这个跟圣经有关的3款游戏，让你们如何从这个游戏当中去认识圣经。在这当中都有圣经的元素存在这里面。好，旁边这个呢是另外额外让你们放松清醒用的。好，当然不止这些，总共有20几款游戏。那我有可能一个人在这边带所有的人玩游戏吗？所以我需要你们各位来帮忙。好，好，这其实宝贝就是家庭。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有限才能显现出上帝的无限。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我们更需要将大家连接在一起，能成为一股力量。有可能你们在座的，你们在你的家庭、你们的邻居、你住的社区里面，你想要跟人家来谈信仰，你想要来传福音，但是你却不知道该如何做，请你来找教会。我们会协助你，所以这时候牧师要邀请你们把眼睛闭起来，仔细的想一想。虽然你还年轻，但是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恩赐？让你好好的想一想，到底上帝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恩赐？你我都是有限的人。一个身体，它需要不同的肢体，身体才能运作。想想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恩赐？在这边，牧师要邀请你一同参与在上帝这个大使命的一个计划里面，透过社区事工所要推动的这些事情，透过教会一般性的事工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邀请你才来参与。你把眼睛张开。因为你已经知道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恩赐，所以牧师要邀请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来参与在这样一个上帝的计划当中。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已经领受到了上帝的爱，我们都已经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代价，我们也有圣灵给予我们的恩赐。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是在坐在那里，我们都要起来参与在教会的所有的事工的里面。那么，在参与这些事工的当中，我们其实就是在展现上帝的爱。但是在你参与之前，其实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展现出上帝的爱。比如说，你可以用微笑，可以对你有趣的笑一下吗？有人笑很尴尬。还有，不是要提醒，千万不要在人家跌倒的时候对他微笑。微笑很重要。我们的肢体动作可以让人家感受到你的善意、你的爱。从你的内心，从你的灵里面，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上帝给你的爱的时候，你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微笑，你讲话的语气，你的肢体的动作，都会让你旁边的人感受到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那是因为上帝的爱充满在你的心里，上帝的爱使你的灵活泼、快乐、欢喜。所以，我们再翻开圣经来看今天的经文，牧师用很简短的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爱跟恩赐它的一个比较是什么？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3章1到13节，我们来看一次。如果恩赐跟爱这样做比较的时候，从第1节到第3节说，其实他要讲的重点是，如果有恩赐没有了爱，那就算不得什么。在第8节里面说，恩赐是一个短暂的，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的。在第9节和第10节说，恩赐是有限的，但是爱却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无限的。到最后第10节到最后一节说，恩赐必归于无有，但是那个爱却是要长存的。那么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有一种主动性，还有被动性。它的主动就是上帝的恩慈，它的被动就是要恒久忍耐。它对人就是不嫉妒、不自夸，对自己就是不张狂。对不义，我们要不喜欢，我们要只喜欢真理。所以这样看起来，在第5节里面，他说有4个不。来，我们把它读一次好不好？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到这边。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这是爱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去做的那几件事：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好，到这边，这些东西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做的。那要去做的是什么？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不好？你跟着牧师说一次：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个包容、这个相信、这个盼望、这个忍耐，都是建立在上帝的爱这个基础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最后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发展出来的。上帝积极的将我们每一个人，将你、将我，跟上帝他连结在一起，也让我们跟其他的人连结在一起。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人还未认识上帝，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用你刚刚所想到的那个恩赐，甚至你想到的任何的事情，运用这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并使他们经历上帝的爱。
不是在问题思考里面说，你会将爱分成几个层次？你会将爱分成几个层次？你觉得你现在常常在哪一个层次里面？如果是正在热恋的男女当中，他说我现在正在恋爱的这个层次里面，anyway 都没有关系，牧师只要帮助你知道你现在哪个层次。第二个是你知道自己有哪些恩赐吗？你要如何来运用这些恩赐呢？最后，农历新年即将要到，还有几天？10天、8天、9天，不管几天，在农历过年前，牧师邀请你用你的恩赐及上帝的爱，为自己以及为别人做一件小小的改变。比如说，牧师我要做的是，我每天要多花20分钟陪我的小孩玩桌游。这是我的目标，一个小小的改变。请你立出这样的目标，在这过年当中，跟你的家人、跟你自己、跟别人做一个小小的改变。我相信这样的改变是基于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你这样的改变，别人会感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是我们有些人还没有打开心门，让你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也谢谢上帝，你透过圣灵的应许，让我们每个人按着上帝你所看为好的恩赐，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恩赐当中，与你给我们的爱互相连接。这个连接是为了要将上帝的爱传扬出去，与人一起来分享。愿你看过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从他们所领受到的那个恩赐，以及领受到上帝的爱充满在他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连结，与他们周遭的人一起来分享，让他们能够参与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让他们能够参与在上帝那伟大救赎的使命的计划当中，让他们的一生紧紧的依靠着你，让他们知道个人是有限的，但是唯有大家集合起来，大家一起来做上帝的这个事工的时候，才能将上帝这无限全能的上帝来彰显你的荣耀。愿主看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来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